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但以理書第9章第1節至27節，主題係預言耶路撒冷的重建。作者喺但以理書第9章記載，大利烏元年，但以理從耶利米書知道耶路撒冷荒涼70年嘅期限快到，於是但以理禁食，披麻蒙灰，向神祈禱。但以理承認以色列民犯罪，唔聽先知嘅提醒，先至落到被咒詛同被擄嘅地步。但以理懇求上主，因着上主嘅慈愛，憐憫耶路撒冷同聖殿。但以理祈禱緊嘅時候，天使加百列奉命好快就嚟到，向但以理解釋異象，仲話上主已經聽到但以理嘅祈求，會將將來要發生嘅事情啟示俾佢知道。最後，加百列宣布70個7嘅預定，內容包括以色列嘅罪被止息、聖所重建、受膏者被殺，同埋預告荒涼同毀壞一定會臨到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但以理書第9章記載，但以理見到國家嘅荒涼，佢第一時間唔係埋怨，而係先向上主認罪、悔改同祈禱。當你面對自己，又或者你所屬嘅群體，有人跌倒嘅時候，你又願唔願意先從認罪同回轉開始呢？